我覺得人好重要嘅一樣嘢咧，就係要揾到一種生活方式，係好似自己同自己談戀愛咁樣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個頭腦成日就會一日到黑喺度諗住我可以靠邊個人。有啲人可能會依賴咗佢嘅婚姻，依賴咗佢嘅伴侶，或者佢嘅生活重心咧，全部都係圍繞住個家庭、佢嘅仔女嘅。咁樣唔係唔好啊，而係我哋唔能夠只係成為咗一個角色人咯。即係你係某某公司嘅員工，你係某某家庭嘅妻子或者媽媽或者爸爸，但係呢個世界上最重要嘅嗰個人係你啊嘛。而且咧，其實說穿了啊，呢個世界上所有人咧，其實都唔會真係在乎你嘅，因為每個人其實最在乎嘅都係佢自己嘅啫。就算你得到啲咩成就，點樣成功都好啊，人哋咪最多同你拍兩下手掌，但係所有嘅體驗咧都係屬於你自己噶嘛。咁但係有啲人咧就會將佢嘅自我價值或者將佢嘅生活重心咧全部放晒喺個外界度，咁啊到頭來就覺得好辛苦或者好大壓力咯。究竟我哋能唔能夠有一種嘅生活方式係完全唔需要再諗人哋點樣睇自己嘅，自己自得其樂，享受其中，自給自足嘅咧，然後可以好期待每一日嘅嚟臨，唔係淨係你話朝頭早唔想起身啊，落街求其買個麵包就當係早餐，跟住死死地氣去翻工。即係講緊嘅就係我哋識唔識得同自己相處咯。就算可能你翻緊一份你唔中意嘅工都好啊，咁翻工之前咧，放工之後咧，其實都可以為你嘅生活增加翻啲色彩嘅。譬如可能翻工之前，你可以俾自己食一個你中意嘅早餐啦，或者就係簡單去公園度散下步，呼吸下新鮮嘅空氣啊。放咗工嘅，有啲朋友咧中意做 gym 嘅，做完運動之後，哇，你個人咧就會釋放一啲快樂嘅荷爾蒙，成個狀態又會好唔同啦。或者可唔可以做啲自己中意嘅嘢咧？我自己啊，活到呢個年紀咧，開始咧都真係唔再介意人哋點樣睇自己嘅啦。好多嘅應酬，好多出去食飯、飲嘢嗰啲，我都勁少去噶啦。基本上我而家嘅生活咧都係一種好簡單嘅生活咯，只係將生活咧分成幾個部分嘅啫。譬如就係工作啦，咁一個人可能都需要有一份工作謀生嘅，咁呢個係生活其中一個必要嘅元素嚟嘅。咁好慶幸我自己咧都係做緊一啲我自己中意嘅嘢嘅。我所謂做嘢咧都唔係真係覺得喺度做嘢咁樣嘅，我覺得我喺度玩緊咁樣嘅咯。咁大家又可以思考下喺依家呢個階段，你可以用一個點樣嘅形式，慢慢咁樣去發展你嘅事業咯。咁第二個元素對我嚟講咧就係去 train 去訓練啊。咁我自己有做開運動啦，咁對我嚟講呢一樣嘢咧都係我生活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因為每次我做完運動之後咧，我都會覺得好開心、好平靜嘅。做運動基本上就係一種天然嘅抗抑鬱藥。你每個禮拜花啲時間去做運動咧，你慳翻好多睇醫生嘅錢噶啦，其實係。跟住另外一個元素就係食啦 ，eat 啦，能唔能夠俾自己食啲好啲嘅嘢嘅咧？嗱，不論係健康定係唔健康都好啊。當然我哋可以為自己準備一啲健康營養嘅午餐或者晚餐啦。但係同時我覺得有陣時你俾自己食啲唔健康嘅嘢，但係好好食嘅嘢咧，都係一種快樂嚟嘅。咁只不過能唔能夠有節制咁樣做啫嘛。然後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天下第一大事啦，就係睡眠。可唔可以俾自己多啲空間、多啲時間去準備瞓覺嘅咧？而唔係依家夠鐘啦，依家12點幾啦，1點幾我要嗱聲去沖涼瞓覺啦，嗰種趕急焦慮之下去瞓咧。咁呢啲位全部都係講緊自己點樣同自己相處。當我哋令到自己個生活太艱難嘅時候咧，咁當然好自然嘅就唔會期待嚟緊嗰一日嘅生活啦。再者嘅就係我哋有冇個人目標嘅咧？即係你心目中有冇一個你想象嘅自己，你理想版本嘅自己嘅咧？然後能唔能夠每一日俾自己每日一小步踏實嘅咁樣向住呢個目標邁進咧？咁因為人係點樣體驗快樂嘅咧？就係你有一個大目標啦，然之後你就將呢個大嘅目標拆細為喺當下你 handle 到嘅、你應付到嘅小行動、小步驟咯。而每一次你應承咗自己做一啲嘢，而你真係去做嘅話，你完成咗嗰一樣嘢，嗰一下咧就會能夠為你帶嚟滿足感咯。所以人係唔能夠完全冇方向噶。我自己覺得，當一個人有咗佢嘅目標之後咧，佢先至能夠可以將佢嘅能量 focus 翻喺佢自己身上。一個人冇目標，佢嘅能量係四周圍揈嘅，冇焦點嘅，乜嘢都可以牽動到佢嘅情緒嘅。嗰個人講咗邊一句說話啊？嗰個人今日冇同佢打招呼啊？個電視機又播啲咩出嚟啊？新聞又播啲唔知咩事情發生啊？乜嘢都可以喐到你嘅情緒。咁但係我哋學吸引力法則都知啦，最重要嘅就係你嘅情緒，你顯唔顯化到你想要嘅嘢，係取決於你能唔能夠處於一個高能量嘅狀態咯。咁呢度係好講緊我哋自己同自己相處嘅能力嘅，能唔能夠俾自己一啲時間去獨處嘅咧？唔係下下都要揾啲嘢嚟做嘅咧，或者冇辦法坐喺度就咁放空無所事事，點樣都要攞部手機出嚟睇
下嘅。咁樣嘅話咧，我哋個頭腦咧係冇一刻得到安寧嘅。為我嚟講，呢一種嘅生活方式咧，亦都讓我可以放低好多過往嘅包袱，即係自己攬咗上身嘅包袱啊。因為我明白到嘅就係，原來呢個世界上真係 no one is coming，即係冇人會嚟拯救你嘅。其實好多人成日都會處於一種等待嘅狀態。OK， 等到我得到嗰一樣嘢啦，等到我結咗婚啦，等到我移咗民啦，會誤以為你做完嗰啲嘢之後，你就會一身鬆晒。但係當有呢一個 mindset 喺度嘅時候咧，你嘅內在就永遠冇辦法好似翻到屋企一樣咁放鬆。但係同一時間，當我專注翻喺我自己身上，我愛自己，用一個好似我自己同自己談緊戀愛嘅方式咁去生活嘅時候咧，Oh my God，你會發現唔知點解好多好友善或者好愛你嘅人就會出現咯。但係如果用吸引力法則嘅講法，就係因為每一個人都係一嚿磁鐵嚟嘅，爭在你係正面嘅磁鐵啦，定係負面嘅磁鐵，你係愛嘅磁鐵啦，定係恐懼嘅磁鐵，定係恨嘅磁鐵。你自己本身係愛嘅話咧，你就會吸引到更加多嘅愛嚟到你身邊咯。唔係取決於你做啲咩噶，係取決於你係啲乜嘢咯。咁所謂點樣你係嗰個人咧，就係頭先所講嘅嗰啲生活方式啦。你點樣 work 啦，你點樣 train 啦，你點樣 eat 啦，你點樣 sleep 啦，或者你着嘅衫係點樣咯？你能唔能夠整理好你嘅儀容啦？你能唔能夠好好照顧自己 ，make sure 自己個身體狀況都係 keep 住 energetic 嘅，有活力嘅，積極嘅。咁要去實踐呢種生活方式咧，你係要做啲研究噶，即係因為個人理想嘅生活方式都唔同嘅。對你時嚟講，可能需要做啲 facial 嘅，有時去揼下骨嘅，咁都係非常之好嘅。或者對其他人嚟講係需要定期去做 gym 嘅。咁但係對你嚟講係啲乜嘢咧？唔好淨係喺度等人餵咯，自己去諗你想要啲咩，乜嘢係適合你嘅，你想點樣過每一分每一秒，要喐下個腦啊。咁然之後再去 study，再去研究，去做一啲測試，勇敢去試下唔同嘅嘢，亦都可以俾自己去錯下嘅。因為你永遠唔會一下諗完之後，聽日就能夠活成你最理想版本嘅自己嘅。你係要不斷去探索、去試、去錯、去再反思，先至能夠最終得出嚟嘅結論咯。咁而呢個過程就係叫做人生咯。